究竟幾時做 gym 健身對身體最好呢？ Well， 咁就好視乎你嘅主要目的係啲乜嘢啦。如果你一起身半個鐘內就即刻做嘅話，好多時你就會發覺自己舉到嘅重量呢唔係最強嘅，因為你個大腦都未清醒，你嘅神經系統都未被激活去控制你最多嘅肌肉去舉重，咁所以你會發覺自己唔係太夠力嘅。咁所以如果係因為時間問題令到你一定要朝早做嘅話，咁最好飲杯咖啡或者有咖啡因嘅 pre-workout 先。相反，如果你瞓覺之前2-3粒鐘仲喺度係咁操練做運動嘅話，咁好多時你會因為激活咗你嘅神經系統，增加咗自己嘅身體嘅皮質醇，最後令到你仲係興奮得滯，瞓唔到覺嘅。咁所以如果你想自己做到 PB 或者做到一啲 one rep max 嘅超重量嘅話，咁你起咗身幾個鐘之後，喺下晝時段去做 gym 咧，多數就會係身體自然地最強嘅狀態。咁對於我嚟講呢，我依家就中意喺食全日嘅大餐之前去做 gym 啦 ，which is 就係講緊多數黃昏之前嘅時段。因為當我全日斷食完之後去鍛煉，除咗可以令到我燃燒更多脂肪之外，操練完之後食翻餐正嘅，其實都可以令到身體最大程度地吸收到營養，有助瞓覺嘅時候恢復元氣，進行修復同埋增長肌肉。